期节的感动时刻，要带您客庄小旅行，造访的是高雄美浓。烟业曾经是美浓最重要的产业，尽管现在已经没落了，但是在美浓处处有古迹，除了有烟楼之外，还有宋家伙房、宋家书院、德胜公坛。今天带您一一造访。50年代的美浓曾经是烟业王国，现在烟业荣景成为过去，但是烟楼建筑在美浓还是看得到。红砖式的建筑有着烟熏的褐色，很有味道，有的还保留着传统的烘焙空间。它土砖的用意，它是保温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窗户呢？就是要把它检查里面有没有烟叶掉下来。当年从种植、收成到烤制烟叶，过程相当辛苦。那因为还在加温，加温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护门，好，那这个护门它是有玻璃门，是可以看到里面的。烟业文化没落，但是当年客庄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已经成为美浓人难以忘怀的记忆。我们的宋家人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美浓处处是古迹，以祖先姓氏为堂号，提醒着子孙饮水思源不忘本。宋屋伙房的祭祖文化也是特色。哪里都不能另外再建祖堂，男丁都要回来这边祭祀。而荒烟蔓草间的建筑，则是宋家书院。客家人重视教育，从100年前的私塾文化就能感受。我们客家人崇文重教啊。所以就鼓励很多人读书，是这样子。它对美浓的教育当然是有很重要的影响。位在美浓溪上的水桥是日治时代兴建的水利工程，经历过水灾、地震，依旧是屹立不摇。那就地取材就在河床底下捞那个石头起来，把这个含泥量都洗得很干净。没有含泥量的一个水泥，它的坚固是非常坚固的。每个景点都有故事，听着耆老娓娓道来，听得入神。说到传说，德胜公坛以德为胜，守护家园的故事也令人称奇。时代变迁，烟楼不再，白烟袅袅，一景一物，人事已非，但这些美好都深植在美浓人的心里。日与夜的足迹只留在染了褐色的片片烟叶，客家人的坚毅诠释了斑驳堂号的字里行间。美浓的转角记录一段段难忘的感动时刻。